高雄美浓这阵大劫局的这个案件呢，已经终结。即马社会上除了是关注后手的判决以外，也真关心这大劫局到底是当时才会当开互原底的模样。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，会要求行为人来负责，若准无做，安尼就会强制执行。 面积大约1公顷的农地，因为偷过甲偷盗，将做20米深的窟窿，都被输一个乌共款。高雄美浓成功段的农地，去年8月逼出偷过农地乱倒废弃物的代志。喊过的画面，和各界口舌讲，这是美浓大劫局。叫投地检署查3证嘅起诉，真正因为检控侦办证据保存的问题，大劫局袂当做过忝，敢若用考察板围起来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即卖已经起诉啊，地方也关心环境当时要恢复。对此，市长陈其迈讲，会要求行为人爱负起责任。按照废清法的规定，这个地主也是行为人，伊拢爱负责甲这土方爱甲伊清除，去其他适当的地方。若假使伊伫限期内，伊无进行清除，安尼阮市政府会要求伊爱强制执行，并且阮会扣押伊的财产来进行强制处分。 市长官保证，一定会要求行为人赶紧去回填，甲土地恢复原貌。不止个环保团体建议，回填的过程，市府一定要做好监督的工作，确保回填的是好土。若无，就会亲像以早基山红头大路地拓晒的代志，落尾又阁是一场环境的大灾难。政府在现在讲都说再利用，你也必须要严格的控管。那我们就建议政府说，你从所有的登记的厂商的税籍资料下去追，就是跟着金流走就对了。 不然的话，这样的事情会一再发生。陈其迈强调，美浓成功大土地红偷盗废弃物、污染阿妈土角、庄仔角等等的物件，进前已经按照废清法对行为人罚300万，后续会严格要求行为人进行回填动作，若无对查封财产强制执行。记者柯亚如赵阳高雄场报道。